搞錯大鑊啦！咩事啊？我哋加得飛有大量 coupon 離奇消失。離奇消失，實在太有趣啦！點啊，教授？我知道答案，先講結論，真正嘅兇手係 5U。5U？冇錯，兇手就係 5U，因為佢哋啲獎品實在太多，除咗罐之外，佢哋乜嘢獎品都有，包括有 NSD 袋、NDS、PSP、iPod Nano、iPod Touch， 唉，總之多到講都講唔晒。哇，咁多？係啊，你諗下，係咁樣掉下波，啲禮物根本派俾你咁滯。莫非啲 coupon 係俾人買晒去玩 5U 個 store？啊，你終於得閒用下個腦啦噃！咁你哋仲唔返嚟買飛？11月9號去 5U 攞獎品。我喺手足部，見到你哋手幫你啊！我睇下。11月9號。約定你。記得買埋隻臂彎，攞咗晒5U item 嘅獎品，約定你。請各位支持 5United， 請支持 5U， 請支持 5U， 請支持 5U。嗱，咁大家同學，請你係盡量支持 5U 嘅攤位，佢哋嘅遊戲咧係好好玩嘅。第一，你哋可以除咗攞到獎品之外，亦可以練到你哋嘅眼界啊之類咁嘅嘢。你可以測試下你自己有冇咁嘅能力，可以擊中嗰個目標啊，攞到獎品。支持 5U。Yeah，OK。後會，狗樣啊！係啊，真係清楚。好啊。賭神呢位係亨利無形手，佢縱橫賭場多年，由佢做派手最適合不過。我絕無異議啊！好，請。請雙方落注。識唔識咁神秘啊？繼續。又咁神秘？未啊？冇。朱古力。我跟。你有車主？又唔俾啊？
隻咋？我晒啦！間好，有膽識。我4條煙，我而家帶你多部 iPod Nano，仲夠版？我唔單止帶到你一部新嘅 iPod Nano， 仲要多一部 PSP， 仲有 iPod Touch， 仲有 NDS Lite， 最後我會帶多你呢個荷蘭銀行本票。幫核數，我要帶埋你個袋，仲有多個2個袋，帶幾多都冇用啦。5條煙，我睇下你有乜嘢贏到我。各位觀眾，5條啫。5U， 我知咗，今日去 DBS 嘅教練拋下佢，贏翻獎金賠俾你啊！細都掉唔中翻啲獎翻嚟俾我啦，不如試下5U去掉下波